美国天团新好男孩正式回归，上节目完全没有偶像包袱，不但穿上金黄色的小鸡装，还学小鸡唱经典歌曲 Everybody， 甚至走上街，边过海边学小鸡动作，相当搞笑放很开。新好男孩 Everybody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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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， 毛茸茸羽毛装加上橘色鸡爪，超传神金黄小鸡，别怀疑，真的是美国天团新好男孩。新好男孩 Everybody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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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， 全程888，搞笑学鸡唱经典的 Everybody， 还带舞蹈动作，新好男孩重出江湖，完全零偶包，放超开。不止在摄影棚唱跳，主持人吉米·法隆还带着5只小鸡洗手上街去，边过边搞笑模仿小鸡跺步。只是纽约接近零下10度，当天又下雨，对比路人撑伞，羽绒大衣包紧紧，新好男孩只有假羽毛，光看都冷到不行。节目主持人哇，其实新好男孩帅起来，可是让节目主持人都惊呼连连。他们也不藏私，现场教学，怎么连走路都迷人。新好男孩 vs 节目主持人，你看下面那里，你看这，首先镜头要放低，找对视线落点之后，最重要就是自备慢动作，瞧，巨星气势立刻爆棚。从青春无边的偶像团体变成成熟男人，新好男孩可说路线越来越广，